西海明顯又出咗一套筍盤啊！呢個業主多次降價，接受咗市場，呢個價格可以講係轉流。呢套房我哋係全新裝修嘅，重點係步行到我哋口岸係3分鐘都唔使噶。朝南一個單位50幾平方嘅嚇，呢個朝南第一個露台，上面呢邊可以再加更一個露台啊。然後呢，呢個廚房嘅位置，睇下我哋廚房客廳呢個位置，可以做個玻璃，好似做個封閉式都冇問題噶，管道煤氣70年產權噶。上樓上睇睇，樓上呢就設計咗2個房間同埋1個衛生間。睇下我哋衛生間嘅位置，全部都係全新裝修，未入住過噶。好，睇睇我哋呢個房間，同樣個空調啲窗簾都幫你搞好晒噶吓。再睇下我哋第2個房間，呢個房間我哋仲有設計空間嘅。你雖然睇到呢個房間係咁樣朝南嘅，呢邊我哋可以做個平台過去嗰邊嘅，就多咗1個平台，就得2個平台啊。業主講咗呢套房有意思嘅，你只要咁難價，業主都可以滿足你，需要底價噶。評論區回覆3個6俾我發具體嘅底價俾你。